来看新任的卫生福利部部长邱泰源，今仔是安排甲媒体见面哦。针对发生伫台中捷运的随机杀人案，伊呼吁讲是唔通甲精神疾病来做连结，未来甲法务部来沟通协调。另外，伊家呼吁讲保障健保的点数一点一块。邱泰源是讲哦，目前有困难，会先来针对健保给付做全面的盘点。20批姓杨的18人情绪真激动，伊夜都攻击犯下台中这份随机杀人案件，造成2位民众受伤，要互证人压制，由警方先介护送脾气。我会做，你会做什么？这么谈讲嫌犯保护相关的就医记录，不过卫生部伫第一时间讲，目前还阁无法度确认嫌犯作案的动机甲精神状况，无适合甲精神疾病做连结。若经历过屏东超商乌白酒的案件，甲铁路警察李成汉顺进，国内新版的精神卫生法将会伫今年年底生效。卫生部新官上任，强调会甲法务部搁再做沟通协调。不要每一次有犯罪的时候，我们就把犯罪者通通都跟心理疾病挂上等号。多数的心理疾病的患者，他事实上他跟犯罪完全没有关系。我们也在这边跟法务部这边的司法监护来做相关的合作。我哋抗新政策实施，需要工作就是要推展健保的改革。卫生部长邱泰源强调，旧的问题会用新的方法来解决。不过，医界所呼吁的保障健保点达一点一块，也讲有困难。目前先全面盘点，先莫增加民众的负担，考虑自高所得的民众来处理。我们的医事人员要很有尊严的、很安全的，能够发挥他的专业。这包括也应该要有合理的收入的哈。今年台湾也是无受邀请参加世界卫生大会 （WHA）。邱泰源讲，伊家己将会是第5遍参加争取。对于中国监管的力量愈来愈强，台湾面临着环境是真困难，争取更加侪国际友谊来对抗中国。台湾的声音未欠息，将会参加周边的几多场活动甲论坛。记者综合报道。